特朗普猶如變色龍，從威脅到一切會好，唔夠48小時，大反轉。前一排中方出重手反制，喺中重輕土、超硬材料呢啲關鍵領域升級貿易反制措施，將特朗普政府打得措手不及。跟住特朗普放話威脅，話11月1號要向中國商品加徵100% 關稅，甚至講唔需要月底同中國搞外交會晤。講完呢句說話，美股4大指數當日就崩盤，全面大跌。點知只過咗2日，特朗普態度就180度大翻轉，佢突然喺社交平台發文，語氣變得軟弱，話唔使擔心中國，一切都會好翻㗎。仲話美國想幫中國，唔係害中國，連之前話要取消會晤都唔認賬。之後有記者問佢加徵關稅嘅事，佢更直接改口話嗰啲都係好遙遠嘅事。同一日，副總統曼斯都出嚟打配合，喺福克斯新聞度一邊施壓，話中國要揀理性嘅路，特朗普手上仲有唔少籌碼，一邊又放軟話特朗普好重視同中方嘅友誼，唔想真係來硬嘅。究竟係咩原因令到性格暴躁嘅特朗普態度兩極分化呢？其實美國本土通脹原本就好高，真係加徵關稅嘅話，中方必定會反制，買單嘅美國人實會掀起一波又一波嘅示威浪潮。而且聯邦政府自10月1日起停擺到依家，根本就冇能力處理遊行示威，如果有暴力衝突就更加難搞咯。加上明年中期選舉初選就快開始，路透社8月嘅民調顯示，淨係得30%美國人滿意特朗普處理貿易嘅方式，就算佢想搞事都要等選舉完咗先至得。仲有啊，國際上明事理嘅人都睇得出，中方管制稀土出口根本唔係禁止，民用嘅合規申請都可以通過。但美國就唔一樣啦，2022年就直接禁止最頂級芯片賣俾中國，一啲餘地都冇，雙重標準再明顯不過。中方外交部早就重申過，針對美國發起嘅關稅戰，中方態度好清晰，唔願打，但亦都唔怕打，要打就奉陪到底，要談大門就一直敞開。美方如果之後仲要一意孤行，中方一定會堅決反制。